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特區調查處，我係呢度嘅調查主任。呢個頻道係專門發掘茶背後嘅歷史同人民嘅故事。你聽到嘅唔係齋講茶種得有幾靚，味道有幾香，而係一杯茶點樣影響一個時代，一塊樹葉點樣改變一場嘅戰爭。嗱，無論你係老茶客、新茶友，定係純粹對歷史故事有興趣，我哋特區調查處都會用最輕鬆易明嘅方式帶你走入中國茶嘅世界。今日就由一杯紅茶開始，講一個改變世界歷史走向嘅故事。紅茶點樣令美國誕生？時間翻到1662年，英皇查理二世迎娶咗葡萄牙公主凱瑟琳，而呢位皇后從細就好中意飲我哋嘅中國茶。自從嫁咗入英國皇室之後咧，就將呢一個習慣帶埋入去，慢慢仲影響到成個貴族圈都中意飲茶添。而當時英國有一個嚴重嘅社會問題，就係飲酒。喺倫敦，工人無論返工放工都會飲到酩酊大醉。酗酒嘅問題搞到社會動盪，生產力嚴重下降。所以英國嘅皇室咧就喺度諗，不如推廣茶嘅文化，既可以令民眾減少飲酒，又可以對中國入口嘅茶葉進行抽稅。而當時茶葉嘅入口關稅咧係高達110%，真係好賺到笑。進入咗18世紀，英國對中國茶嘅依賴度咧就越嚟越深。英國商人就想增加更加多嘅茶葉貿易，於是就派代表到中國進行談判。但當時清朝嘅乾隆爺咧對呢啲蠻夷咧一啲興趣都冇，唔肯開放呢個平等貿易，話同你英國人做生意可以，但係要以朝貢嘅形式嚟做。仲話天朝物產豐盈，無所不有，無需移貨咁樣。而嗰間臭名昭著嘅英國東印度公司，亦都只能好無奈咁樣透過廣州用高額嘅關稅入口我哋嘅茶葉啦。於是有人開始偷運走私中國茶到英國，甚至有茶商大量囤貨，以圖壓價牟利。點知貨就賣唔出啦，仲差啲搞到破產添。東印度公司為咗清理庫存咧，決定將大量嘅中國茶咧銷去英國當時嘅殖民地北美13州。1773年，英國國會更加通過咗茶葉嘅法案，俾東印度公司可以喺美洲直接賣茶，個價格仲要平過當地嘅走私茶，嚴重咁打亂晒原有嘅商業秩序。結果喺同年嘅12月16日，激憤嘅波士頓民眾衝上咗英國嘅商船，將342箱嘅武夷紅茶一箱箱咁樣倒晒落去波士頓港。呢件事震驚全球，成為咗著名嘅波士頓傾茶事件。波士頓事件之後，英國對北美嘅管制咧進一步去加強啦，亦都引起咗更大嘅反彈。1775年4月，列克星頓打響咗美國獨立戰爭嘅第一槍。到咗1776年7月4號，美國獨立宣言誕生咗，美利堅合眾國亦都正式成立。所以話呢一杯紅茶的確係間接改寫咗一個國家嘅命運。由於中國長期出口茶葉、瓷器、絲綢到英國，而且只係用白銀交割，導致咗英國出現咗巨額嘅貿易逆差，白銀大量流失。英國為咗扭轉呢一個不平等嘅貿易，開始將印度種植嘅鴉片走私到中國，試圖以鴉片換茶，達到貿易嘅平衡。而鴉片嘅毒害非常之深遠，大量嘅民眾為咗吸食鴉片，搞到傾家蕩產、賣妻賣兒，導致國力日漸衰弱。於是1839年，林則徐喺虎門銷煙，亦都直接觸發咗1840年嘅第一次鴉片戰爭。回顧翻整個歷史進程，中英嘅交惡背後其實都係因為一杯茶引發嘅連鎖反應。估唔到一杯中國嘅紅茶唔單止香氣撲鼻，更係一粒歷史嘅火種，由英皇到殖民地再到戰爭，一路燒到全球，改變咗成個世界嘅格局。嗱，下次當你飲紅茶嘅時候咧，試幻想一下，原來歷史就喺我哋杯入面不停咁樣滾動㗎啦。好啦，如果你都中意我哋呢類型嘅茶與歷史故事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分享，亦都可以訂閱我哋特區調查處嘅頻道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